较爱看买，特别拢有就好。台湾是宝岛，有足侪生物伫遮生长。可惜因为大量开发，嘛有真侪生物面对灭亡的危机。今仔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，就是已经落尾无去的台湾唯一的野生鸟哥石虎。你今日来这要创啥？看石虎，真的哦，你对石虎有熟悉吗？有惊。我今仔日来的所在是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，内底有保育教育馆、提供生态的展览，互大家参观。嘛有野生动物急救站，就是野生动物界119。新德所是伫咧南投的一级机关，为虾米这个所在叫做一级呢？咱请小峰老师来说明。咱来到集集这个所在，你会感觉这个地名真奇怪，咱两字相共叫做集集。这有两种讲法啦吼。第一种讲法就是讲集集，伊其实原来是一个平埔族的社，有的人讲伊是少族的社，吼。这个社名吼，因的发音叫做集集，嘛有读到集不集不，哦，是集不集不这个社啦吼。这个社后来汉人来了，就听讲后壁迄个本吼音较短嘛吼，所以音就无出来，所以变做集集变做迄个音。集就是迄个集合的集嘛，所以汉人就改用这个音甲翻做集集这个名出来。但是有另外一种讲法吼，因为开垦，这个汉人来这开垦了吼，就有市场嘛吼，大家就摕物件来这个集合来这个所在吼，互相买卖就对啦。所以是等于讲你交易的组织的所在，所以嘛捌叫做组织，就是华语叫做聚集，若无是原来是叫做集集集集吼，就是安尼来。所以有两种讲法。对一种较是对呢？随在你去，咱家己去研究咯。但是我是感觉应该是这个原住民的名，集不集不，这个音转出来是叫做集集。这是石虎，你敢有听过石虎？有。你知影石虎甲猫有啥物无同吗？遮有啥物？是毋是有两条白线？伊的目睭伊伫甲遐头遮有两条白线。搁来咧，搁有啥物无共？敢有知影？白，嘿，伊的耳仔后壁有一个白斑。好，搁有无？身躯有啥物？这一点一点的，嘿，身躯的花草有一点一点的。安尼，咱过来这边，搁看一寡甲石虎有关系的故事。你知影石虎住伫倒吗？遮住伫遮。石虎伊主要会住伫农地，搁有一寡是山里的环境，就是即款浅山的环境，伊上喜欢这环境。你敢知影石虎爱食啥？石虎爱食毋知石虎上爱食鸟鼠啊，还是食土啊？其实伊嘛会食鱼仔哦，伊足够有用的。搁来，你知影石虎是当时活动的吗？暗时伊遮厉害，嘿，伊主要是暗时咧活动。其实日时嘛有可能会出来哦，嘿，嘛有可能出来行行来散步者。好，你敢知影台湾倒有石虎？苗栗的台语是啥？毋知，苗栗的台语是苗栗。好，你看这地图顶悬。
遮有做侪哪些个所在，其实苗栗啊、台中甲咱南投其实拢有石好。遮嘿，苗栗、台中甲南投嘿，这其实嘉义啊、台南啊，还是中华，其实嘛拢有一寡石好。毋过上主要就是伫苗栗、台中甲南投遮，嘿，最稳定的。好，再来你。我总算通过考试啊！心理老师带我参观新德所的展览。好，咱拄则是毋是有讲到石好伊上爱生活的所在是浅山的环境，嘿，就是像即款有树啊，你看下骹有鸟鼠啊，有一寡麻啊，还是鸟啊。树仔顶即只是凤翅，伫空内底迄只是飞翅。飞翅。也毋过。为虾米我会来遮看石好？因为拄则有讲嘛，其实伫野外无可能做简单的看到石好，嘿，所以遮像遮才有一个环境，就像石好咧住的所在，嘿，带你来遮熟悉即个环境，嘿，你以后若是出去有看到像即款环境啊，就会知影讲这有适合石好咧住。伊遮嘛有一寡展览啊，一寡相片啊，互你会当知影讲石好有啥物知识啊，你爱来熟悉石好。好，伫阮即个研究所啊，其实有一个野生动物的急救站，嘿，若是有野生动物啊受伤，其实就会送来遮，嘿，所以其实若石好受伤啊，嘛会送来遮急救。咱遮讲的是石好的医疗。嘿，主要就是若是有通报管府啊，你会使敲1999。嘿，通报管府迄边去带石好，管府就会甲石好带来阮遮，才有一个野生动物急救站，嘿，伊就会带转来急救。遮毋甘人会当看到石好，甲伊的浅山环境，嘛有高山、河川、甲田园。即只你敢有看过？你敢知影即只是啥？台湾乌鱼。台湾乌鱼。搁有啥物？拄则有看到这吗？飞鼠。飞鼠，即只嘛是一款飞翅。上面那个石头上面。即只是啥？黄鼠狼。黄鼠狼的台语是德公麻。德公麻。石好甲伊一只生活。石好会哦，河内底、溪内底啊，有足侪鱼仔的。石好其实伊嘛会去食鱼仔。好，过来这边啊，其实有足侪草啊嘛，你内底会蜜土啊，土啊嘛会伫内底。拄则讲石好嘛爱食土啊嘛，嘛爱食土啊，嘿，所以即个环境有鱼啊，佮有土啊通食，所以石好嘛足介意即个环境的哦。这是啥物环境？农田。农地嘛，拄则讲农地内底有足侪啥物？老鼠。鸟鼠，嘿，农地内底有足侪鸟鼠的嘛，嘿，石好上爱食啥物？鸟鼠。鸟鼠，嘿，所以即个环境啊，就是石好上介意的环境哦。你即马变石好啊吗？我是介意即个展览馆会当看到台湾足侪生态环境，搁有专业的老师帮我介绍另外新德所，嘛邀请附近的农友优先尽责，最顶提供石好较好的生存环境，真侪农家拢来参加，而且利用相机记录真侪野生动物的生活方式。即马咱搁讲一解石好甲鸟无共的所在。石好才有白白的，然后才有白白的，然后才有乌乌的。人讲小花莲盆，疼囝连孙，咱人希望有好的生活环境，嘛爱甲即个心意分享予其他的生物，大家拢会当共同伫即块土地好好啊生活。
各位台湾囡仔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。咱头拄看到章鱼烧来到集集哦，这个稻城所，看到什么咧？看到石虎哦，其实石虎咧是一种鸟科动物，这个鸟科动物咧，咱要趁这个机会，嘛，甲大家讲一寡保育的这个代志有影。这阵石虎嘛是保育类的这个动物咯。其实咱嘛讲到要来教一句俗谚语是啥物咧？咱讲到狗来富，鸟来安怎起大厝啦有影。大家看到这个动物来这个时阵真正带来真好的这个象征。今日讲到集集这个所在，除了咱之前紹介過好山好水、產真濟果子以外，除了金蕉果，一寡火龍果。雖然今日要來帶大家做火龍果炒飯，聽講這陣嘛是必比登推薦的料理哦。咱就要开始料理咯。首先，咱来烤卵，哇，这卵啦有影这是动物福利卵，咱这阵就会当甲烤落去咯啊，你这阵起油鼎，油会当小可较济一下啊，这个时阵咧，咱就会当先甲卵落去炒咧。哇，听到这个声。真赞！哇，这是豆筋哦。好，多这个鼎咱会当安尼个敲落去，卵互甲泡较散一撮。这阵咧，咱会当甲一寡架式的物件嘛，先落来炒一下。好，过来就是咱的饭，咱这饭一定爱安怎放过暝放伫冰箱过暝饭啦安尼咱的饭就会当粒粒。有人讲为什么火龙果也袂出来，也袂哦，伊是上尾啊，这灵魂，咱等下再甲好好啊，甲伊传出来。过来是一寡豆油，哇！过来是今日咱的这个主角，咱的火龙果已经加做果汁啊安尼咱甲淋去了拌好焦匀，就会使啊好，这个是咱的重点哦。哇，这个色水看起来就真巴甜、真水有无？天然的上好伊唔是用咱讲色素染出来，有无？哇，红，哇！这个时阵火龙果到底要什么时阵放落咧？咱要底盘时阵，再甲伊放去就好啊。所以咱这阵炒饭嘛已经好势，咱来甲伊摆好水哦。这个火龙果安尼摆起，扣伫这锅巴内底，扣好焦匀。好平就会使咯。火龙果炒饭，哇，就要出现咯，有水无？哇，你啊看，这个色水满是啦吼。女主角有听到这个真可爱的章鱼烧小弟弟哦，来给咱介绍师傅。过星期的这个名作曲家黄敏老师有写一首歌叫做《西北好滴滴落，一阿鱼要娶某》。不过呢，还佫有一首咱台湾的童谣哦。这首童谣的歌词呢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伊讲西北雨直直落，白莲枝来过路，
搬山岭过山河找无收，跋一倒。这就是讲白灵丝也是要随手找无，也会跋一倒。啊，敢若咱听白灵丝要听石虎也好，咱拢爱听咱这时常互咱看到的这动物，吼。啊，找无要安那咧？有土地公甲土地婆，真好心来甲伊照咯。所以咱的台湾的同胞呢，也爱信着土地公、土地婆，你照顾白灵丝，你照顾咱这个师傅安尼，吼。这就是我今仔日讲师傅，啊，顺出来讲着这个西北河的典故，甲伊个故事哦，大家听。今仔日有学着小花莲文，听囝连孙，除了听小咱身边的人，嘛爱珍惜，甲咱做阵生活，伫这个土地的生活哦。台湾囡仔经常行，最好命，小丽甲老光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甲分享，咱下次再会。